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做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户外教育，就是咱儿童的这个户外教育哈。那么咱知影吼，这教育部已经推广着这户外教育几6档啊吼。尤其是今年拄好拄着疫情的关系吼，有当时啊呢，咱小朋友还是讲咱学校呢要举办这个户外教育的时候，有一寡限制。比如讲要去到其他的县市的时候，可能都有较困难哦。所以呢，咱这个这个户外教育呢，就拢集中伫咱台南市比如讲咱台南市有足侪这个古迹啦，或者是讲咱台南市呢，佫有足侪这个山区也是海边的一寡这个很适合咱小朋友去户外教育的一寡这个地点。那么咱知影这囡仔有当时啊坐伫课堂内底咱逐工坐伫课堂讲光超8个分有当时啊很枯燥那么给换个景点换个教室把这个教室变成是伫古迹的这个所在，或者是讲变去咱的这寡山区啦，或者是讲一寡田野的这个所在的时候呢，咱的囡仔伫这个学习上有不同的这个感官刺激，那么对着这个囡仔有当时会激发因学习的这个兴趣而且呢，互囡仔有较深刻的这个印象那么当然啦咱对着这个户外教育咱市政府教育局才有编列很一串的这个内容嘛为着咱的这个囡仔非常的精心设计那么在今仔节目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到咱教育局课程发展科科长咱的这个股长张世伟股长，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探讨这个议题咱首先先邀请股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股长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讲到这个户外教育啦咱才跟我讲这教育部已经推广很多年但是有一寡乡亲朋友可能也不太熟悉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那我想教育部在2个年度103年跟108年都分别推动所谓的户外教育宣言那它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说学生能走出这个课室之外。对。那为什么这样想？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就这个知识传递的过程来讲，我们通常在课堂里面的学习，大家都会觉得比较枯燥，然后就是主持人刚刚讲的贝多芬讲光操，对，大概可能这个困去。对，那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在课堂里面学习到的东西，它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用想象的，对它比较抽象，比较没有办法应用。那所以大概教育部在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加上现在新课纲的推动，那他也认为说应该有不一样。所以极力推动所谓的走出课室之外的户外教育。那当然也有很多的研究指出说，你走出课室的学习。你的学习成效，包括你的创造力、美感，还有问题解决的能力，都是显著优于你在课堂中的学习。那其实也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它有一个政策叫 No Child Left Inside， 就是没有学生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也是在推动户外教育。那像日本也有在推所谓的5日农村体验，那其实大家各国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概户外教育还是在新课纲这波还是非常重要。那它的定义就是泛指走出课室之外的一个学习。那么咱户外教育，然后当然它都咱在讲咱市政府教育局有甲咱的囡仔安排一寡户外教育可能有编的一些课程那么咱是不是请股长嘛，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我们户外教育实际的这个课程的内容规划。好，那我想教育部在103年有推动所谓的户外教育宣言那108年推动2.0版，那其实它的样态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户外教育的样态包括海洋教育、田野教育、探索教育等等。那因为
我们为此这边主持人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也推动一本户外教育的专书，那里面非常有趣哦。那刚刚主持人讲课程，我大概举一个例啊，那就是像安平国小，那它因为临近安平嘛，对，那它这边的学习地图就包括安平古堡、老街，那要上什么？它结合了社会、艺文、生活，那再走到德记洋行，那上社会、艺文，那再来是连接到义载金城跟扎哈木公园，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户外教育它是非常火的，那它有教育目标，也有成果的一个评量跟检核，那其实，在各校它都可以结合这样的一个周边的特色来规划课程。所以大概这是户外教育的特色。是，那么咱讲户外教育，以前我们有说过哈，说户外教学。是。我以前做幼教的时候，我蛮喜欢带囡仔去户外教学，有时候叫他带去什么脚踏车的那个工厂去来看那个脚踏车的那个制作的过程啊哈，是讲去人的餐饮店啊就是让小孩子去实际好像说去了解。那么这个户外教育跟户外教学，它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还是定义的问题啦，因为户外教学有人讲那它的英文叫做 outdoor pedagogy，那也有人讲户外学习，像 outdoor learning，那也有人讲说它是一个场馆的一个参访，那甚至有人讲说它是田野调查，所以大家名词不一，那最后就是有学者提出来就是说，其实在户外进行所有的课程，它都是教育的一环，那其实以教育来做这个总结性的一个包袱，它包袱性会比较大，所以最后大家就是学术上就会以户外教育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做定义。那我想说还是包袱性比较广。那户外教育也元素我们是不是来谈一下它在跟地方文化有什么结合？好，那我想户外教育的样态非常多种包括自然然后人文、历史、艺术等等。那我又要开始推销这本那我想在我们人文的部分，包括信仰的部分，像我们松林国小，那它就有一个学习地图，就是它先到西港的信安宫，然后再到周边的社区，然后再到他们所谓的胡麻故事馆，那基本上西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挂妞。对，那它就是结合这样的一个信仰，来推动他们所谓的户外教育路线。因为像挂妞这个物件咱要他们教课堂上教囡仔对，我想那个讲到天荒地老，伊嘛听无啦。对，但是你实际去互伊感受，去互伊看不用讲，他们都懂。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教育根本不是用口述就是说，好多我讲的蒋光超、贝多芬嘛，你顶管讲可能囡仔听到讲有时候你唔知你讲啥他也不了解。但是你实际互伊去到迄个庙宇，你像你讲的挂香去到庙宇，他不用你解释，他一看就懂了不得等下一个人该说有你听，他还回来还可以当小老师介绍让你了解了那么因为那种是实际的体验我们实际的体验是最重要的你他跟他。比如说，你要讲做一道菜你若无实际去教他怎么切菜怎么样那个什么佐料要放什么你看他嘴讲这个什么几分钟放下去这个什么时候中火、大火、小火讲我看他等下要叫你去做，你是不是袂晓做？可是你若实际你有去做过那你印象深刻他等下妈妈要炒那个菜、做那个菜的时候就他记忆很深刻啦，没有错。所以咱户外教育的是讲，虽然有时候户外教育它花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咱个有走来回迄个路程车程有当时它花费也比较高成本比较高，但是实际上囡仔学习到的东西真的会比较怎么讲收获会比较多。像多咱股长讲好像说有一个。实验或是说有一个研究说，户外教育的时阵，囡仔伊的创造力也会比较高。这个可以谈一些那个实例吗？那其实大概在美国做的研究就是说，它分对照组跟一般组啦。那它在一般组当然是看
一般组当然是看你所谓的在课堂上学习嘛。那像我就记得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背那个《古文观止》啊。对啊，其实我走出课室之外，我不会去用那个《古文观止》里面的谚语或者说内容，我不会用到。那其实，在对照组他们就是把学生放在课室之外。那其实，在后测的时候，他明显发现就是说，这个在课室之外的学生明显活泼，明显对事情具有兴趣、好奇心。对了。这是非常，其实，在我们尝试上应该是这样想的。对了，因为你课本课开始他那个都是用想象的，那个内容都是用想象的啊。你如果想象力做丰富，你想象力不丰富啊。其实想象力被丰富嘛，是你爱有具体的物件先在他的脑海里面啊。你无迄个画面，他就没有办法想象嘛哈。啊，你若是这出来去看，我想咱古迹这么多哈，咱孔子庙啦哈，啊，咱赤坎老大什么义载京城呐哈，好多好多哈，你去甲。讲遐历史故事，然后他遐人听起来哈都很遥远，都对他来讲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就是什么人。可是你去到那个时候，在你跟他讲孔子的故事啊，至少他有一些画面可以去补充哦，咱的那个语言的内容哈，还是讲去到义载京城，去到赤坎楼，你去甲讲这人的人物故事，至少可以启发他的那个就是学习的欲望啊，因为一来到这个时候在，他对这个东西有感官的刺激的时候，你跟他讲，他就会很容易吸收。啊，你在课堂上讲孔子然后孔子怎样怎样怎样啊，讲几波故哈，我看他记得的不可能只有孔子2个字，连接不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啊，你实际到那个地点，有这些感官刺激啊，然后我们老师在发挥以讲故事的一些能力哈，那对小孩子来讲也印象会深刻。其实我们有时候让囡仔学习我们不是在多我们只是在精，让小孩子真正学进去2里比那个才重要啊。如果走马看花，有那些好像也没有吸收进去，对你来讲他们可能也蛮会浪费那个时间所以我们来就是讲研究研发这些课程，就是让他们实际的去户外教育的时候而且咱什么那个不管是靠山啊、靠水啦还是讲室内的啦我们资源这么丰富就不用在课堂里面用想象的去教育他们那么就是讲咱伫户外教育课程的实施啦就是讲除了知识的传播以外咱是不是还有比如讲有什么互动啊还是讲有什么体验？我想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多了包括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台南市为了推动户外教育，那其实我们有针对3大面向在着手。那第一个是资源整合的部分。那资源整合部分其实它就是过去在推动户外教育，它会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那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做户外教育？对。那所以我们就整合各个所谓的优质的路线。刚刚有提到安平国小的那个路线图那也有像最近市长一直在推观光工厂还有我们各个馆所，包括我们自己的南洋天文馆那其实这些馆所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所以我们整合这样的一个资源，提供给老师们，让他知道去哪里做户外教育。那第2个大概会出现的问题是，好，那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做户外教育，那我不知道怎么规划课程。我大概只知道传统的1369，就是1是义大，3是剑湖山，6是六福村，9是九族文化村可是那个都是游乐场对，所以传统上大概在进行所谓的户外教学或户外教育，大概都是到某个定点，然后孩子开始活动，那个比较像活动。那我们现在谈的户外教育很大的核心点在于课程，它必须要有配合教学，对，它要有教学目标。整个活动结束后，那我还要看你怎么学习，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对啊。那所以大概台南是针对这2个重点。那第1个提供相关的资源、优质路线。那第2个包括经费的资源，还有老师的真人研习。我们希望教老师说怎么样带领户外教育。好像说好多你讲义大啦还是讲六屋村啦，那种感觉上好像我们小时候的远足。对，蛮像的。
哦，那种传音呢，就是说让他们出去外面远足啊，走一走哈，然后就是说跟那个在教室里面那一种拘谨的那个课程哈，会不太一样。一共好给那个舒展一下身心啦哈。那么当然也多少一定会有教育的意义啦哈。但是的是讲咱特别再去为了某种内容课程哦，可以精心设计的那个户外教育又跟这个不一样哈。就是讲伊的深度会更有意义一些啦哈。那么咱对的这户外教育哈，我们可不可以哈用一些案例啊哈？就是说，咱做过什么较有，互咱小朋友较有深刻印象啊？是讲哈，咱在这个表现上有特别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好，那我想这本书真的是诠释了我们诠释了我们在教育局在做户外教育，非常非常用心的一面。那当然，我们郑局长也有在跟我们评估就说，我们来出第2本那所以大概。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像我们土库国小，你知道土库国小在哪里？那个归仁那边是不是？在归仁，在仁德，在西北那边，在西北 K8哦。对，在西北。那它很好玩哦。它3年级，3年级做一件事情，就是并向越野，他让中年级的孩子骑越野车，并向越野车。越野车哦，越野车，那要骑很远。对，要骑很远，它有一定的目标跟公里数。好，那到4年级开始自行车的走读，那他会教你怎么修。如果你绕链的话，他怎么修？生活教育啊。对，生活教育。那到4年级是这样，那到5年级开始进行水域活动，水域的活动。那到6年级开始。进行所谓的山野教育，就开始爬山，你要爬很多座山，那当做你一个毕业的一个里程碑，那我想透过这样有层次的一个渐进方式，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说，学校对户外教育的课程规划，越来越有概念，土库国小这样的一个规划，在107年，也拿到教育部的户外教育的金质奖。其实他这个有点配合他自己的那个环境。是，就是讲因为这个环境的优势，是，然后利用环境来教育小孩子，这个是就地取材。对，没错。然后呢，其实以前我们的教育我老公蒋光超背多分，等囡仔被考试的时候呢，开始课背嘞哈。可是考完之后背完之后，当考试课了的时候都没给了，全部都还给老师。对。可是呢，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分享啊。他有3个小孩子，3个小孩子都很优秀哦，读到台大，台大做到考车啊。可是你知道吗？他妈妈常常要去宿舍帮他整理房间，所以我们这个户外教学，台湾他说咱鼓掌在讲你哪要请老人，他要有解决事情的能力，就是讲，我们现在是教育小孩子解决事情的能力。以前我们的学习就是讲读书嘛，为了联考嘛，要考试嘛，我们就一直背，小考背较少嘞，大考背较多嘞，背到学期末全部拢嫌老师。但是小孩子变成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所以我都要讲我那个朋友他有3个小孩子，他到台大，可是呢被子不会叠，房间不会整理。那这个会影响到他以后到外面去，也不就是处理事情，因为那生活就是教育嘛，我们的生活就是教育。你今嘛像咱鼓掌讲带小孩子去那个骑脚踏车你说越野车啦那就是说咱利用咱环境的优势，咱都是有这个环境可以供应小孩子自由。就是咱别人市区可能无法度，市区的囡仔你要叫伊骑脚踏车，我看爸仔无烦到要死。老师也带出去，也责任很重大。可是咱还多我在讲的这个所在，他可能就是很适合有这个环境去教育他你让囡仔去。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呢，他训练体力嘛，训练他都要讲解决能力啊，他如果他绕练啊，是讲拄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解决。那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所谓多元教育啊，就是讲咱起码学习的这个核心价值不是只有要学习，不是只有被训练一个考试的机器出来，但是被训练一个囡仔伊踏出社会，他不是只有
会读书有文凭，他还会做事情哈。那么咱看讲的这案例还有其他的吗？刚刚提到那个户外教育路线的例子像我们北门区的双村国小，那它因为是巴掌溪跟积水溪冲积而成的沙地，那所以它旁边有非常丰富的红树林资源，沙滩，对。好，那其实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资源，那它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光复实小，它也有做独木舟哦，对。独木舟，那也有发展独木舟的课程那也包括在地文创的 DIY 啊、生态等等这些都是变成非常有名的一个户外教育路线。那其实它这样的一个户外教育路线，在日本会被称作地方创生，就是顺便可以带动周遭社区景点的商店的一些活络。那我想这样对学校来讲，对社区来讲都是双赢的。那像比如说我们学校当然那个设备是有限的，例如我们那些说啊，我们没有游泳课，我们盖个游泳池也要经费了然后呢又要找有那个地那么大了你大行都要起一个比如讲要起一个游泳池要起一个舞蹈教室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说你爱开钱个爱有所在啦你若是就地取材哇那个丰富度一定比咱的游泳池更丰富所以说我们可以让小孩子去学习的东西会更体验更多啦。所以你说独木舟，有时候真的很多小朋友，我好多人讲有些市区的囡仔独木舟我可能就向往可是因为他们的地方可能比较不适合但是就是说每一个囡仔伊住在什么所在我们就是用那个环境的优势去教育他们，这个是本钱，就是说不免钱啦，不免个特别去开钱。对。顺着这个话题，像我们星光国小啊，它其实周边它当然有特色啦，但是它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馆所，去南营天文馆，带孩子去南营天文馆。那是他在大内那边。对他就是特地带孩子去南营天文馆，做所谓天文教育，看3D 剧场，带活动等等，他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异地的转换，能够发挥户外教育的一个。因为那个设备。哇，那么丰富，那个望远镜是那么倍数那么高，但有那些他们学校来这边给望远镜就有点困难那就地取材，底下的所在，他可以看到那个高倍的那个望远镜也当瞭望天空这个真的是不好好的利用，真的是太可惜了。对啊，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学校，其实除了善用周边的社区跟景点特色之外假设你刚好坐落在一个比较都市型或者住宅型的学校，不过没有关系除了利用我们馆所以外，像麻豆的港尾国小，他就去我们防灾教育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让孩子知道说，那从穿上那个消防衣开始，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其实利用周边的观光工厂、各式馆所都是很好的户外教育的场所。它不仅限于是自然的生态或者奇美博物馆等等，它只要是旁边可用的，有教学目标，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户外教育。亲身体验对囡仔来讲真的很重要啦因为外地皮雅姐她就讲说要有具体的操作我现在还有点印象就是说具体操作对囡仔来讲是。让他学习的时候是很印象深刻的。你用抽象的去讲解，他真的有时候真的就判去理解啦。我们大人都不一定能够理解，何况是小孩子。你要用讲述的，他可能就是说他以用来想象他可能很难理解。你若直接带他去教那个时候才好操作，他操作一次呢，我跟你讲，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你考起考了，也袂记，也袂记，不会说因为考试拢请老师。考试的时候认真背，背了考了袂记一个那我们还有案例吗？那我想像西门实小安平区的西门实小，它那个地理位置非常丰富，非常棒。它旁边就是西邮出张所。那最近不是还有结合那个安平虎鲸，Orca Go 那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户外教育。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做海洋教育带孩子去看说，这个虎鲸为什么在这边？那它这虎鲸要在水面下多深的地方栖息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海洋教育。所以我想说，
其实杜威常讲啊，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那旁边就是户外教育的素材，只要走出课室，我想这样的一个丰富度一定会出来。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有讲啊，在课堂上，那还在地理啊，跟那边长江黄河啦，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长江黄河，你看过吗？现在没有办法出国。这边长白山上啊，哈，都没看过哎，对，都要用我们的想象力，看图片而已啊。对，那顶多图片啊，看了图片的一定做稿啊，对，那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后来当然很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哈，但周边的环境或者咱台南市各地的所在，你都没去过嘞，对，你怎么讲地理，讲到认识那个中国的长江黄河啊，长白山上那所以啊，咱推广这类户外教育就是有特别它的意义啊。最好咱科长对着咱课外教育这个内容呢，我们以后有什么发展或是计划？好，我想是之前啊，行政院有推一个，应该是一句话，那个苏院长有讲，他说要向海致敬，向海致敬。那我想说，未来我们在推户外教育的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向海致敬，向山致敬。不管在海洋教育这一个路线，我们要从有海的地方到没有海的地方，没有海的地方也包括水库嘛，它也是海的一环。包括往山边走，我们也要发展路线。那我们最近也在评估说，那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因为整个台南最西边有非常长的海岸线，那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沿海学校的接力？就是比如说这一间学校开始走到某一个定点，好，我交棒给你下一间学校，开始走完整条海岸线，然后我们来跟这个海岸线致敬。那我们也在想说，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所以我们未来的户外教育，我想还是会把这个整个内容放在山海，包括景，包括艺文特色、信仰等等，让我们台南市的户外教育能够更丰富，更活泼。那每一间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户外教育。那我们学校他们自己就是在推动这个户外教育的时候，每个学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吗？基本上他们还是会反映，第一个在早期他们会反映说，那我不知道去哪里。那近几年大概随着不管是网红景点或者原来的古迹，他们都知道怎么用之外，那他们接下来比较要面临的课题就是说，面对新的议题的挑战，因为教育部最近在推所谓的隔夜型的自主学习的户外教育，他的意思就是说，好，我2天1夜或3天2夜，我让你学生自己规划路线，但是要隔夜那你自己规划出来，好，那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那你要交出什么样的学习单？我让学生自己来规划。那我想是处理能力啊，对，也是解决能力的一环。一讲我们要去哪里的是老师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对，就是说这个过程都不是小孩子自己亲身没错去参与啦所以呢，对因来讲那种参与度不够的时候就是好像有点被带着走了今晚应该你去参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或是我们要什么地点，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因为参与感比较深因参与的内容比较深，对囡仔来讲他成就感应该也会比较高吧？是没错，所以我想这还是教育最终的目的我们还是要让孩子真的在做中学，可以知道说这一趟旅程这个活动他能够学到什么。我想这样对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来讲就是最好的收获。是，今天咱真感谢咱教育局咱课程发展科张时伟股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户外教育我在想咱乡亲朋友对着这户外教育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啦那么咱今天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哦。谢谢。